1969年，陈武定来到左营海军新兵训练中心报道，进行音乐性向测验的时阵，伊真紧就将答案拢写了。细心之间，伊伫纸顶面甲写"反中央、反对国民党"一辈字。想袂到，竟然提早收测验单。过顿工，高前有影互人关禁闭，但是时间愈来愈久。一礼拜足歹过咧，因为唔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嘛，有啥物结果嘛，关到人要起笑啊。到第4礼拜，甲我叫出来，手铐铐咧，甲我带出来。我看到迄个卷宗顶面写是叛乱2字嘛，我就知影代志大条。我唔知安尼有做叛乱啊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